歡迎收聽阿樂說書。今日呢，我哋嚟到失控的焦慮世代呢本書嘅最後一站啦。我哋要一齊總結下全書嘅核心信息，特別係佢嘅結論啊，就係讓孩子的童年回到地球。經過前面咁多集嘅討論呢，相信大家都了解到呢本書點解會用失控的焦慮世代嚟形容而家嘅年輕人啦。冇錯，智能手機啦同埋社交媒體嘅普及就好似一場海嘯咁樣呢，衝擊咗我哋下一代嘅成長。作者透過大量嘅研究同埋例子呢，揭示咗科技對青少年造成種種嘅根本性傷害，好似社交障礙啊、睡眠不足、注意力難以集中，甚至呢網絡成癮。睇完呢本書之後呢，我作為呢一個讀者啊，都深深感受到呢，好似作者咁講，而家嘅小朋友同以前唔同咗，佢哋嘅童年呢，好多時間都花喺手機上面，而唔係真實世界入邊探索、玩耍同埋呢建立人際關係。以手機為主嘅童年啦，對小朋友造成嘅傷害呢係根本性嘅，影響咗社交啦、情感同埋心智等等多種呢能力嘅發展。呢句話呢係真係一針見血，點醒咗我哋呢個唔單純係一個科技問題，而係關於我哋點樣理解同埋塑造下一代嘅成長。作者都強調呢，一個健康嘅童年係需要呢自由自在咁樣去玩耍嘅，同其他人同步活動，同埋進行社會學習。玩耍係童年嘅要務，透過玩耍呢，小朋友可以學識點樣同人合作啦，解決衝突，甚至啦承受挫折。但係當佢哋大部分時間呢對住手機，呢啲重要學習嘅機會呢就好容易流失咗。作者唔單止指出問題，更加重要就係佢提出咗一個呢清晰嘅呼籲，就係呢要將小孩子嘅童年重新帶回翻去地球啊！我哋咧應該試下咧放寬孩子咧喺現實世界上面嘅保護啦，同埋咧加強佢哋喺虛擬世界嘅保護。呢個唔單止係作者嘅期望，亦都係我哋每一個關心下一代人應該咧思考嘅方向。而要做到呢一點咧，唔係單靠咧一方面嘅努力就得噶啦。正如書入邊咁講啦，要家長啦、學校、政府同埋咧科技公司一齊採取行動。作為父母啦，我哋要以身作則，減少對手機嘅依賴，為小朋友咧樹立榜樣，同時要創造更多現實世界嘅互動機會，譬如一齊做一啲戶外活動啊，認真咁樣同佢傾偈。書入邊提醒我哋要成為咧用心嘅園丁，而唔係咧過度控制嘅木匠啊，俾佢哋有適當嘅自由去探索同埋冒險。學校啦就可以增加多啲遊戲時間啦，限制喺校園裏邊咧用手機，鼓勵實體嘅社交呢啲唔同嘅方式啦，為學生製造一個咧更健康嘅學習環境。政府同埋科技公司咧都責無旁貸嘅，需要咧制定相關嘅法例，監管科技公司嘅行為，同埋咧設計更加健康嘅科技產品。我睇完呢本書之後咧，更加明白到而家唔係淨係怪責科技嘅時候，而係我哋點樣去善用科技，同埋咧點樣避免科技反過嚟支配我哋嘅生活，尤其係我哋下一代嘅童年。呢個唔單止係社交媒體嘅問題，更係咧關於童年被手機徹底改造嘅危機啊！總言之啦，失控的焦慮時代嘅結論就係提醒我哋唔好再俾手機同埋虛擬世界奪走小朋友寶貴嘅童年時光。小朋友嘅童年應該充滿咗冒險啦、探索，而唔係咧單單活喺熒幕入面嘅。我哋需要共同努力，引導佢哋重回現實世界，重新咧體驗真實嘅人際互動同埋咧探索嘅樂趣。只有咁樣咧，我哋先至可以真正幫到呢個失控的焦慮世代，走向一個更加健康啦、更加平衡嘅未來。希望呢大家聽完今日嘅分享之後呢，都會有所反思，同埋呢可以喺自己生活入邊為咗小朋友嘅健康成長呢作出一份力嘅。多謝大家收聽阿樂說書，下次見。